28、11、29、5號、25、陳定。你有冇轉過箭嘴啊？頭先你冇轉過㗎嘛？啱啱箭嘴啱啊！我哋冇開廿次。睇到啲咩啊？2號車嚟㗎，2號車嚟㗎。有聽我排啊！穿咗2隻頭先，11，攞後啲我水樽，唔該。哦，唔得啊！呢個嘢。關住6隻。3分。係，黃手籃板照俾佢嘅咩？又穿咗啦！又穿咗2隻啦！右手左手抽入8號。你試下講啲嘢，成日講錯唔緊要啊！你今次要練習啊，因為我唔係同你講笑，我真係要打㗎，嚟緊天堂。33分入。快啲啊！入到太慢啦，換啦！或者阿生你都自己講啦，冇所謂，講埋一份啦。3分跑，28同手籃板。後面冇位，後面追步。阿 Roy 冇位啊 Roy， 唔好就咁跟住佢走啊！8秒進攻。5秒。3分。跑。攞住走啊 Andy， 防守我嚟啊！清楚。阿生你預備啊10分2分入。2號2分。有反饋，等等啦，請等等。好，而家換得。好，白色。分入。講。黑色暫停。換咗人嘅，你可以 check 一 check，幫手睇一睇，係啦。2號2分，11防守籃板。佢有講嘢，佢有講嘢。foul 要記得撳。所以25號個名喺度。我唔知，唔好問我。進攻籃板啊，29。24開24。等啦，等打手號，等打手號。天拋。
係啦，呢個要記得㗎。世界靜止咗都係睇錯，太喎！我成日想估，你內心估咯可以，但可唔可以講個事實出嚟？28 2分炒，nice ball， 28球籃板。2號有做過，係你加分未啊？深色5號兩發。天包啊！24要開係啦，天包都要講㗎，3次跟住就可以講，3次以上。5號兩分唔入28防守。3分。嗰個。28偷78推。8秒進攻。我右眼手勁耐叫你過嚟。6分鐘，打多2分。打埋佢。即係如果佢上籃嘅犯規，你唔使講佢唔入，即係唔使講佢2分唔入，但就一定要報犯規。中1罰球要講係啦。4個係對方。係黑色天花門啊！黑色天花門。不過下次唔好人哋射緊嘅時候嗌出，即係喺射完而家講都 OK 嘅，係啦。40秒。